或者就冲来到银行，就是为着这新达达的钱。七大公股银行含邮局今仔日开始，予你换新钱咯，包含台湾银行、合库、一银，拢会当去临柜或者是 ATM 直接换。为民营银行，亲像国泰、永丰含富邦嘛拢换着，不过要注意换钱限制。亲像台银就规定，台人敢会当换100张上时行100块。我们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目前呢大概预备有6000亿，等到14天后这一些兑换过的旧钞呢，才会再整理再释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相对的安心。虽然开放现场，让大家来换新钱，银行嘛唔敢大意。入场时连坐酒精消毒嘛拢爱做。另外，伫咧单顶嘛爱写名姓、电话，伫咧涂骹打标语，提醒民众卖挖人收金。行员嘛拢爱随时准备酒精，含挂保护目睭的目镜，含喙暗。亲像富邦银行伫咧桃竹地区，嘛有替员工准备 KN95的喙暗。过年喜气嘛，所以100跟500的我会换的会比较多一点。因为现在还是平常心看待，大概就是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实名制这样子。为了讨喜气，我就是200、1000、100、200、500、2000，就是每一个面额都给一。我觉得个人习惯还是比较重要啦，所以不戴口罩、勤洗手跟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是比较重要的事情。新年换新钱，求一个好吉兆，好年行大运。不过防疫嘛是袂当放混乱。